15堂32立的幸福課，年輕人必讀。迷茫時就當照鏡，照出真正嘅自己。30歲左右，好多香港人都會陷入迷茫，返工又唔開心，前途唔知點算，價值感好低，同屋企人關係又煩惱，每日好似好忙，但靜落嚟又覺得好空虛。臨床心理學家小虎老師15堂32立的幸福課，專為現代人寫嘅溫柔指引，全書15篇短文，涵蓋快樂生活、自信、追夢、親子關係4大篇章，用貼地口語拆解你心底最常出現嘅疑問。我嘅價值係咩？點解總係唔開心？條路行得啱唔啱？唔係睇完你都知道嘅心靈雞湯，唔係說教式教科書，反而係一面鏡咁，照出你內心裏面真正嘅自己。專業心理學結合真實個案，溫柔又有力量，幫你接納情緒，揾返自己。無論你係打拼緊嘅年輕人，關心仔女嘅家長，從事輔導工作或服侍年輕人，定係依家正處於低谷，本書都適合你。喺高壓快節奏嘅現今社會，你需要嘅未必係即食答案，而係同自己好好對話。呢本書陪你重新定義幸福，揾返向前行嘅勇氣。立即試讀，俾自己一個溫柔嘅力量。